10几年了。他行业差不多占有1半了。所以啊，做这人工哎，大概都说是这种一家人不可以哦。这位是台北县树林市，台铁的西部干线如何对亚东岸贯穿过去？当日通过树林的火车是有350外标，平均4分钟是有一列火车入站。火车是讲同树林市民的生活有动态的关系，一下树林的抗人差不多有2万外界，也当中有一部分人的头路同台铁有关系。对民国86年树林调查厂启动之后，来自全国台铁的客家员工喊卡启动在树林。一下树林调查厂的员工有1半以上是客人。对日本时代开始，有当多的客人入铁路局来是头路，也同头摆的生活环境系有动态的关系。因为这样子的是客家人大部分是在山地下头，山地是因为佢耕种啊。那个样子讲，感觉到非常的辛苦，所以有机会走到一个铁路局的时候，这样子大家讲，每个人都同样谈到讲铁路局上班，大家非常的欢喜，非常的意愿非常的大啊。所以当初呢，有一部分是那个头脑较好的，考上考入一个铁路局服务以后，慢慢地佢将这个朋友亲戚各方面慢慢地介绍入来。所以这家是慢慢的都全部一个都可以讲都客家人都大部分都向一个铁路局来方面来发展啊。铁路局的头路从开始係一台傳一台，在台鐵做27年嘅宋俊業，其實係一個當好嘅例子。为了細細時節啦，我爸爸做喺鐵路局上班嘅啊，細細就考鐵路局嘅薪水。就归不看人啊，谁说人讲耳目染啊，谁都对火柴有兴趣啊。特别上来铁路局上班来讲啊，做嚟讲1年的时间，大部分有5张到6张的时间，冇地高压，全部啲攞俾高压，所以個卡嚟講啊，已經不行嘛，還會掛掉啊。台鐵嘅鐵路係鐵盤滑，不過兩岸盤經已冇好碰哦。本年同業務要從嘅鐵人跳下來生活，也唔係要鐵庫內路先業嘅人係冇辦法捱過來嘅。當時客人對頭路較冇好托，所以是兩岸盤嘅客人將會按到。在一個維修方面，一個工廠方面，當然也是一種技術啦。這樣子都慢慢地傳達下去一個技術，一步慢慢地傳下去嘅維修一個機關差，也一種嘅非常嘅高嘅技術。台鐵是條路當時有變通，對日航開始20-30年一做是做到退休。反正因為講這鐵路任勞任怨，喺這個團隊精神都還好。感情方面同事的感情不過一切用在這個都會互相幫比起我輩嘅其他單位還是感覺講推薦再做啲。每年係抗日，羅團長開名牌幾十地。我係做啲做施工員嘅，所以啊，做咗人工大家都熟悉啊，佢窮下。평일경하 많이 하게 많이 하러 임 정말 디 두도에 학강인 주 강화 가파 예 정아 두도에 전공에 학인 주 전문 강화 파 정 강인 부 강인 동서가 동서 주 이 강인